兄弟，我真係想問一句，發明學校嗰個人而家良心過得去咩？點解人類文明進步到可以上火星，但我仲要拎資源不計角度？每朝一醒，天仲未光，我已經開始懷疑人生。鬧鐘一響，我個身仲喺床，但個靈魂已經申請辭職。老師喺度講書，我個腦就自動開飛行模式。明明望住黑板，但內心已經去咗第二個宇宙。佢哋成日話你而家辛苦，將來會多謝學校。多謝，我而家只係想瞓覺。仲有啲考試真係好似陷阱咁，一入考場，平時識嘅嘢全部自動刪除。正反啲係，我係邊個？我點解喺度？現實世界明明可以用手機、用 Google、用 AI， 但學校話唔得，要用你個腦。問題係我個腦仲未入學校，學業就更加離譜。我返咗8個鐘已經要交學啦，點解放學之後仲要加班？我又唔係返緊 office。最慘係學校冇 pause 冇4，一份錢就直接進入下一關，而且難道仲會有人提升？兄弟，呢個唔係學校，呢個根本係一隻好好嘅生產環境。